將軍澳新都城中心3期黃燕酒家飲茶。港鐵寶林站嘅1出口出閘後轉右搭電梯上1層，上咗1層後轉左係1出口，由出口直行係新都城中心3期，酒樓就喺商場嘅左手邊。星期1至5早茶7點至12點，下午茶2點至4點。星期1至5茶錢9蚊，早茶同下午茶一樣。早茶黃燕蝦餃2粒6個8，4粒共13個6，每人限叫2粒，有啲蒸過籠，不過蝦肉爽口，味道唔錯。鹹魚雞粒飯12個8，鹹魚幾大嚿，有鹹魚香味，雞粒都幾滑，好食。鮮竹牛肉球12個8，有馬蹄，幾好，不過牛肉有筋，味道 OK。早茶點心6個8起。孖寶29個8。油雞湯賴18個8，雞都算多，鹹咗少少，味道可以。再試蝦餃，價錢同早茶一樣，今次蒸得啱啱好，蝦肉都多，好食。雪山鬆皮叉燒包16個8，餡料比較少，包皮幾厚，味道一般。下午茶點心6個8起。星期1至5早茶小點16個8，中點19個8，大點21個8，蒸點24個8，特點26個8。下午茶大中小點一律小點計，蒸點同特點就同早茶一樣。